骨科呢4種骨痛，大家仲唔知道？黃醫師總結起身講一次，你就要記得啦。第一種骨質疏鬆帶嚟嘅痛，呢一種痛大多係鈍痛，一般係以腰背痛多見。要講具體邊度痛咧，都講唔起身。呢一個時候咧，一定要多補鈣同埋維生素 D。第二種頸椎腰椎嘅痛，唔單止咧會造成咧頸痛啦，同埋腰背痛啦，更可能會連帶我哋手啦同埋臀部啦又麻又痛。咁點辦啊？90%咧喺醫生嘅指導下咧，好啲保守治療咧，休息用藥鍛煉咧就可以啦。實在太嚴重咧，可以考慮手術。第三種關節炎嘅痛，例如退行性關節炎、風濕性關節炎等等，手指嘅關節、膝頭、腳啦，感覺又痛又僵硬，活動起身咧亦都唔方便。呢一種同我哋年齡增大咧有一定嘅關係，一般都喺醫院啦，等醫生幫助消炎止痛為主。注意一下啦，千祈唔好自己亂買藥食。第四種急性損傷，例如骨折啦、脫臼啦，痛得好緊要，喐一下咧就會撕心裂肺嘅痛。咁呢個時候即刻去醫院，交俾醫生嚟處理。以上呢4種痛就係黃醫師經常遇到嘅，大家要注意啦。